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5月27號。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嘅科技界有趣新聞事。今集會講下一啲老王嘅消息啊，任天堂嘅消息同埋蘋果嘅消息啊。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址，唔阻大家去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一開始咧就講下呢個 NVIDIA 嘅 CEO 啊，就曾經表示咧，美國咧對中國嘅 AI 晶片出口管制咧，呢個嘅政策係非常之失敗嘅，所以搞到咧中國好多嘅公司咧就喺度自主開發呢個嘅技術啊，即係蠶食緊阿老王嗰間公司嘅市場啊。美國商務部上個禮拜就發表指引，就提醒企業咧喺使用中國晶片嗰陣時，就會面臨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嘅風險啊。而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回應表示咧，美國嘅行為嚴重破壞咗中美日內瓦高層會談嘅共識啊。阿老王就指佢間公司喺中國嘅市場咧，就從上任拜老頭總統嗰陣時咧嘅95%咧，就下降到而家嘅50%嘅啫。並且認為中國公司咧就非常之有才華，並且有呢個嘅決心啊，仲要好十足嗰隻。美國嘅出口管制只會對中國公司帶嚟正面嘅刺激作用啊！即係搞親阿老王自己間公司啦，即係會唔會老美想割阿黃仁勳韭菜呢？咁就唔知啊。跟住落嚟兩單呢，都係任天堂嘅消息啊。大概過多2個禮拜之後呢，任天堂嘅下一代新主機 Switch 2呢就正式開賣啦。其實任天堂喺香港嘅官方售賣鋪頭咧，已經喺早前已經有呢個嘅預售啦，而且仲要係跟翻官方定價，就冇炒價嘅。而玩家買咗隻 Switch 2之後咧，其實佢仲有一個套裝版嘅，就係俾多300蚊，即係3750咧，就可以買埋隻護航作 Mario Kart War 呢隻 game 噶啦。最近 Mario Kart War 嘅製作人矢吹光佑同程式總監佐藤健太就接受咗呢個嘅訪問，就表示其實本來呢隻 Mario Kart War 咧就應該就可以更加早咧就同玩家喺 Switch One 嘅主機度見面嘅。佢哋就發現咗 Switch One 嘅主機咧性能就未達標啊。主要係24人同場競技嘅畫面先至可以喺 Switch 2嘅主機上面去實現。美術總監亦都補充啊，佢哋發現以前嘅 Mario Kart 嘅地圖咧就過於空曠啊，因此咧佢哋就會選擇喺 Mario Kart World 加入自動探索模式啊。喺呢個咁大規模嘅遊戲入面咧，就喺 Switch One 嘅主機上面，同埋要兼顧住個 frame 嘅問題咧，所以佢哋就要決定將呢隻 Mario Kart World 移植到 Switch 2咧，先至推出啊，咁就可以實現咗佢哋嘅完整嘅願景啊。跟住落嚟咧，都係任天堂嘅消息啦。任天堂咧就表示咧，就會為 Switch 2咧就搭咗一個插電上限嘅設定啊。呢個嘅插電上限設定咧就有少少似iPhone 就設定插電上限為80% 咁上下啦。但係咧 Switch 2咧就可以 set 到最高90% 嘅。咁樣做咧就話為咗延遲電池老化，盡可能持久咁樣保持電池嘅健康度啊！任天堂今次嘅估計咧，就估計好多嘅玩家都中意見到呢個嘅設定嘅，
除此之外咧，Switch 2咧嘅玩家仲可以自設系統密碼保障私隱嘅。形式方面就應該係一啲編碼數字鍵嚟嘅，但係具體個設計係點啊，點樣 set 啊，嗰度咧就要等部機到咗手先至知道啊。唔知大家預購咗呢個嘅任天堂嘅 Switch 2未呢？還是係睇下過翻2-3個月有冇鑊氣先至入手呢？跟住落嚟講係一個小米推出咗呢個元界 O1 嘅芯片啦，同埋佢已經大規模量產噶啦。我相信喺1-2日前呢，小米嘅發布會呢就已經發布咗元界 O1 晶片，而且呢就確定咗係採用第2代3nm 嘅製程啊。咁即係咩呢？繼蘋果、高通、聯發科之後，小米就出現咗具備設計3nm製程嘅晶片能力嘅企業啊。根據流出嘅 Geek Bench 6跑分嘅結果呢，元界01似乎比較係試水溫嘅作品嚟嘅。佢綜合咗 CPU 嘅效能，單核心就其實輸俾蘋果嘅 A18 Pro， 但係多核嘅效能呢就直逼蘋果 A18 Pro 啊。元界 O1 就內含2粒大核 3.9 GHz 嘅核心啊。咁配搭元界 O1 嘅產品呢，據指就唔止一款嘅。喺5月22號嘅小米發布會嘅消息指呢， CEO 雷軍就提到小米 15S Pro 手機、小米平板7 Ultra 都係配搭咗呢粒嘅晶片嘅。跟住落嚟咧，就講下蘋果嘅消息啦。如果你用蘋果諗住驚唔見電話唔見剩嗰啲呢，我相信大家會用一個 Find Me 嘅一個 Apps 啦。今次嘅消息就同呢個 Find Me 呢個 Apps 有關嘅。來自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嘅研究團隊發現，蘋果嘅 Find Me 網絡存取就有一個嚴重嘅漏洞啊！攻擊者就可以利用呢個嘅漏洞，將非蘋果嘅裝置偽裝成 AirTag， 進而喺全球範圍內追蹤該設備嘅位置。研究人員開發咗一種名為 nRootApp 嘅攻擊技術，透過藍牙地址欺騙 Find Me 嘅網絡，使其誤認某裝置就係遺失咗嘅 AirTag。研究團隊指呢個 nRootApp 技術嘅成功率就高達90%啊，並且可以喺數分鐘內完成攻擊。呢種攻擊就冇需要深度系統存取權限，甚至可以透過互聯網遠端嘅操作，受害者就難以察覺啊！攻擊者仲可以追蹤某人嘅智能電話，精確嘅掌握其位置，對個人嘅私隱同安全構成咗好重要嘅威脅啊！研究團隊就利用咗數百個 GPU 進行運算，並透過租用 GPU 降低呢個嘅成本。雖然呢個嘅方式同比特幣嘅掘礦方式類似啊，但係攻擊者可以儲存錯誤匹配嘅密鑰，未來就可以重複去使用啊！呢種高運算要求意味住 nRootApp 難以對普通用戶就進行大規模嘅攻擊，但係在於情報機構或者高資本企業嚟講就可以成為呢個新型監控嘅技術。如果大家有用開蘋果、有用開 Find Me 呢啲嘅程式嘅話大家就要留意下啦。話就話對普通人就未必會係大規模攻擊嘅目標啊，但係都要小心啊。而今集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為大家嘅選材呢？但係都要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